我们欢迎林立小番薯列车列车长，恭喜恭喜！我们先到中间跟我们的讲座合影拍照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林一姐，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们从主持人讲听到节目讲，我们都是听到说，其实做儿童节目真的有它很独特的一个辛苦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可不可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甘苦的谈，以及我们的得奖感言？好，其实呢，我有个带状节目是周一到周五是针对大人的。那我是先做了周一到周五的带状节目，很多年之后才做儿童节目，所以那个过程其实转换很难。我每个礼拜要进去录音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辛苦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的讲话方式才是比较好的。那事实上磨了很久的时间才会定调。就是很多人朋友听我的儿童节目，跟听我的大人节目是完全是不相同的。不过做儿童节目会有很多的开心事，做一般成人的节目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像小朋友会写信给我，他跟我说什么知道吗？玲玲姐姐，欢迎你到我家来玩，然后就非常可爱哦，上面画了他们家的那个路线图、地图。告诉我从高雄怎么样到他台南的山上的家，然后有小朋友会告诉我说，玲玲姐姐，我跟我们家弟弟都好喜欢听你的节目哦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听到小朋友跟你说他很喜欢听你的节目，跟听到一个大人说，哎，我喜欢听你的节目，那种很平静的口吻是完全不相同。你听到小朋友讲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种满心欢喜。所以小朋友给我的那个只字片语啊，歪歪斜斜的那些纸片、那些信，我都会留起来，因为我觉得那是我退休后非常珍贵的宝藏。是的，果然就是说孩子是最真的。那我们能够制作这样的节目，其实一定想必也是非常的开心。好，那我谢谢林姐姐，谢谢，恭喜恭喜。